上次朱古力擦膠嗰度就輸咗，睇今次呢隊擦膠人哋呢隊咯。今次係有2個戰鬥場地嘅，不過一跌咗落去呢度就輸噶啦。咁啊，上次呢度先，今次呢度先。呀，到綠色啦！呀，我爭少少跌㗎。塗抹一咩？哦，佢都死咗了。註冊之家正式出界，淘汰到依嚿。哎呀，冇出界咁好要，佢驚唔想俾敵人過嚟。哎呀，爭少少，我爭少少咋，用全力嘅人都射唔到佢出去，即係奇蹟啊！呢度就射佢出去 ，yes，海獅又出力啦，係哇！海獅都輸埋添，呢個擦膠真係好嘢喎。到依家9擦字膠，係上次打敗綠色擦字膠嗰個。哇！9擦字膠都輸咗呢度，就剩翻呢嚿紅擦字膠保命咧。我差啲死，我撈唔夠大，所以對呢邊擦字膠係唔公平。要攻，要率先攻。Oh no！ 紅擦字膠嗰隊都輸咗了，所以就係朱古力擦膠嗰隊贏咗。我睇一個人都冇死過。好，繼續下一輪。好，今次啊，就由呢個長條形嘅藍色擦字膠先啦。哎呀，一飛直衝啊，好彈啊呢嚿！哎呀，攻擊力好強啊，不過防禦力就比綠色差好多。到呢嚿，哎呀，佢哋今次選擇進攻，唔要防禦先。咁啊，有擦膠就打。最側邊嗰位 ，Oh no！ 因為佢上同佢都輸咗了，咁啊，到綠色，到呢個進攻了，綠色都要去進。你上次因為太大力出界，所以細力啲啊！哇！果然係咁，所以要細力啲，冇咁大力。綠色擦膠都輸咗了。到紅色擦膠，一飛沖天，到依嚿啊！我要衝啊！哇！粉紅色進入戰鬥模式，哎呀！一擊即打中，死了！到紅擦字膠，死！哎呀！哇！仲未死啊！哎呀！佢而家唔係戰鬥模式，不過係防禦模式，不過都好勁。防禦哇！紅擦字膠都輸咗了。而家剩翻狗同埋豬，因為狗覺得如果冇佢就會輸晒，都係大狗。哇！隻蛋差啲跌完大。根本就打唔喐，其實細力啲，唔可以犯同樣嘅錯。哎呀，嗰隻要大力啲啊！佢平，差少少輸，豬輸咗了。粉紅色要入戰鬥模式先，入唔到戰鬥模式。不過都唔緊要，防禦模式都可以嘅。衝啊！殺咗9擦字膠了，咁粉紅色
就贏，粉紅色嗰隊就贏咗咯，拜拜。